深山米咖啡，你这是啥？这个是啥？米糊。米糊啦。米糊。我想让人家喝咖啡的同时，可以吃到米的不同的产品，所以有3个副产品在里面。你这不是个粒吗？互利，嘉盈互利啊。嘿，互利。哦，不怪啦，互互利就是利产米米，互利米是上好的啊。是哦。啊，你嗯，这间咖啡店做几档啊？ 4年左右。哦，对现我返乡4年左右。哦。然后前阵子是因为我爸妈有在经营，他们经营大概3年，然后我回来接手。啊，你主本做什么工课？原本也是做咖啡师。哦，安尼，所以回来到故乡，该开一间咖啡店安尼。我外公自己有种咖啡，哦所以我想说自己回来接他的咖啡园，然后自己种咖啡。哦，好食。因为我喊你啉咖啡，但是我拢讲这当拉哦。对，可以拉，然后喝起来会有点像燕麦奶的。燕麦奶哦。哇。啊，哎呦。哎呀。还有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产米嘛，所以我们有米做的米80克。再看卖啊，这种该做的吼。是有古早味的风味。所以讲这不是米粉的，这是米粉。米粉加米糊。做好正的呢。啊，这是米的布丁哦。果冻，咖啡果冻，然后下面是我们自己种的咖啡。哦，你若无讲这是果冻，我就是讲是肉丸。很像，但是是果冻。啊，下面这是咖啡啦。嘿，咖啡。